英格蘭世界盃名單一出，相信咁多位都睇到眼都突埋。領隊杜曹竟然唔揀高爾彭馬、科頓同麥佳亞，呢個決定絕對係超級意外，搞到好多英格蘭球迷，特別係本土擁躉不滿。究竟杜曹呢個決定背後隱藏住點樣嘅戰術、陰謀同考慮？今日我哋就直接入主題，由龍門講到前鋒，同大家一齊吹下呢份令大家都震驚嘅英格蘭26人世界盃名單。其實睇得出，杜曹今次揀人嘅唯一標準，好明顯唔係睇名氣，而係要挑選出一支能夠產生化學反應、好有團隊精神嘅26人陣容。以往英格蘭好似要迎合各大媒體同球迷要求，夾硬將所有名氣最大嘅球星塞晒入正選陣容，結果搞到場上定位重疊，踢法各自為政。杜曹今次好有膽識，寧願頂住好大嘅輿論壓力，都要貫徹自己嘅戰術意志。不過老實講，呢份名單之中依然存在唔少令人費解嘅地方，特別係後防線唔選麥佳亞。先由守門員呢個相對最合理、最無爭議嘅位置開始睇。喺門將位置上，名單整體顯得相當合理。入選嘅3位門將分別係碧福特、軒達臣同埋查福特。碧福特依然會坐穩正選1號門將嘅位置。一講到防線名單，真係有好多爭議嘅聲音。杜曹最終揀咗單搬古希、列斯占士、干沙、利華文圖、尼高奧懷尼、昆沙、史賓斯同埋史東斯。當中最意外就係曼聯中堅麥佳亞嘅落選。今年麥佳亞喺曼聯表現真係好好，冇麥佳亞，曼聯我都唔肯定可唔可以攞到第3名踢返歐聯。佢心理質素極強，防空、死球、戰術同防守對抗中嘅表現都好好。如果球隊落後，我係絕對相信佢係可以靠死球頂入關鍵入波。但係杜曹唔選佢嘅原因都好明顯下。杜曹好重視中堅嘅橫移速度同轉身速度，要求中堅防守覆蓋範圍大，要求速度快。呢方面絕對係麥佳亞嘅弱點。古希、干沙、昆沙、史東斯速度同覆蓋面確實好過麥佳亞。最令我估唔到嘅，竟然揀咗踢緊利華古遜嘅昆沙。昆沙喺今年由利物浦轉會去利華古遜。坦白講，今年我真係冇睇過昆沙踢波，唔知佢踢成點。但以我印象，佢喺利物浦嘅最後一季踢得唔算好。不過睇數據，今年佢聯賽出咗28場，入咗4球波，高空爭奪成功率60.3%，傳球成功率高達90.3%。齋睇數據，呢個絕對係杜曹中意嘅現代出球中堅類型。喺記者會，杜曹亦透露過對昆沙充滿信心，尤其覺得佢出球能力好好。不過喺大賽經驗同防線指揮能力方面，佢真係可以比得上有豐富經驗嘅麥佳亞咩？我真係好懷疑咯。更何況今年史東斯喺曼城接近冇出過場，只係出咗361分鐘，喺曼城都係大後備。所以我係鄧麥佳亞入選唔到，好唔抵嘅。論實力，論出場次數，佢絕對值得入選。只可以講佢唔係杜曹杯茶，所以冇得入選。經過今次，我相信麥佳亞喺國家隊生涯已經宣告死亡。事關公布名單之前，麥佳亞已經自己喺社交媒體講自己落選。杜曹對麥佳亞呢個行為好意外同不解。基本上，杜曹一日係英格蘭領隊，都已經唔會再選佢堂啦。中堅講完，我哋轉個話題睇，客左右兩閘選擇位嘅爭議一樣好大。阿諾落選算係合理，今季整體表現差，喺皇馬都係踢後備為主。但值得商榷嘅係，阿諾有佢自己嘅戰術優勢，就係死球斬波。佢喺英格蘭一定數一數二準，唔選佢同麥佳亞，英格蘭就少咗一個人負責斬靚波，一個負責靠死球入波。變相英格蘭死球同角球嘅威脅，我可以好肯定，一定削弱咗唔少。而紐卡素嘅賀爾今季喺聯賽表現相當出色，邊路插上同傳中都幾好。但杜曹最後竟然選咗一個今年傷多過踢嘅利華文圖同埋史賓斯都冇揀到賀爾，我係有啲唔明白。坦白講，我真係唔識欣賞史賓斯，唔知佢有啲咩特別出色。講完防守人選，我哋轉話題睇下中場。杜曹非常果斷，直接放棄咗彭馬同科頓。中場球員名單包括安達臣、比寧咸、艾斯、佐敦軒達臣、文奴、懷斯同埋羅渣士。呢個名單可以好清晰咁睇得出，杜曹今年選人完全係以團隊平衡為核心，專揀一啲高跑動、戰術執行力高、願意為球隊做藍領工作嘅球員。
以前嘅英格蘭國家隊踢波，成日出現就係場上一個波都唔夠分嘅場面，太多人都想擁有絕對球權，人人都想做進攻核心，結果令到進攻節奏極慢，進攻套路容易被對手睇穿。謝拉特同林伯特喺國家隊合作唔嚟，就係一個經典嘅反面例子。今次杜曹同時放棄咗高爾彭馬同科頓，兩個都係需要球權嘅球星。先講科頓，我個人覺得落選係合理嘅。今季喺曼城表現同前兩季簡直係兩個人，除咗季中有一段時間 fit 過一陣，其餘時間喺場上基本上完全坐唔到記憶點。哥迪奧拿寧願用卓基，今季科頓已經唔再係球隊正選，季尾爭冠關鍵時候，哥帥都冇重用佢。而彭馬落選就真係極具爭議啦。不過佢今年確實係傷多過踢卡，因為腹股溝同臀部嘅傷患。彭馬講過，有一段時間連起腳射門都發唔到力，季中腳趾骨折，為咗勉強復出，推遲咗手術。但係勉強復出換嚟嘅就係今年表現差咗好多。今年車路士嘅主力核心變咗安素費蘭迪斯，彭馬只係偶然會交出入波同助攻。杜曹今次放棄彭馬同科頓，戰術目的好明顯，就係將進攻主導權同絕對控球權全部俾晒比寧咸，冇其他人同佢爭波踢，比寧咸可以最大程度發揮創造力。佢絕對係今年英格蘭嘅中場核心。中場除咗雙星落選，領袖層面嘅安排一樣有話題。其中一個令大家最估唔到係35歲嘅佐敦軒達臣有份入選。雖然軒達臣喺賓福特都仲係主力，但係佢真係好過阿當和頓、基比斯韋特同埋詹士加拿咩？我唔係好認同好。我知杜曹明顯係睇中軒達臣豐富嘅大賽經驗，發揮更衣室領袖作用，擔當教練同球員之間嘅溝通橋梁。但問題係英格蘭陣中真係冇領袖。阿仙奴嘅懷斯今季狀態極好，我敢講佢絕對係今年世界第一防中，領袖氣質展現得淋漓盡致。如果後防選埋麥加亞，本身後防有史東斯，前鋒有隊長哈利簡尼，中場有懷斯，絕對有足夠大佬鎮住個場。所以我覺得軒達臣嘅入選有啲多餘，而我覺得詹士加拿絕對比軒達臣更值得擁有一個世界盃名額。今季喺愛華頓踢出咗球員生涯最好表現，體能好，夠冷靜，有一定用波能力，跑動覆蓋範圍大，係一個好全能嘅球員。加拿喺熱身賽都受杜曹重用，又可以隨時客串有閘，真係估唔到杜曹最終竟然棄用佢。至於亞當和頓落選，我就唔算太過意外。和頓同文奴在場上功能上重疊，我覺得揀咗文奴就唔需要揀和頓。而艾斯嘅入選我都有啲意外，雖然佢今季對熱刺時入咗3粒大帽，但艾斯大部分時間只係踢後備。相比之下，基比斯韋特喺諾定咸森林必然正選，喺聯賽尾段幫森林護級成功。我個人會偏好基比斯韋特多過艾斯。中後場經歷完大地震，轉個話題，前鋒線嘅名單基本就符合預期啦。拜仁嘅哈利簡尼毫無疑問喺絕對嘅主力正前鋒，維拉嘅奧利屈堅斯喺後備席隨時候命，而右翼位置效力阿仙奴嘅馬道基順利入選。有留意英格蘭熱身賽嘅觀眾都會知道，杜曹好重用馬道基。唯一可能有爭議嘅地方，在於杜曹揀咗踢緊沙特聯賽嘅艾雲東尼，而放棄查洛保雲同卡法魯雲。東尼喺沙特雖然幫球隊奪得亞冠冠軍，但整體聯賽水平同英超相比始終有段距離。唯一我諗到揀東尼嘅原因，可能係拎嚟射12碼，但問題在於東尼正常唔會有太多出場時間。如果純粹為咗換入一個射12碼工具人而佔到一個寶貴嘅名額，咁我不如揀彭馬啦。佢射12碼都好好惡。雖然彭馬今年受到傷患困擾，但佢嘅創造力、改變戰局嘅能力，相信唔會有人懷疑。如果英格蘭係世界盃淘汰賽陷入僵局，彭馬喺常規時間所能創造嘅戰術價值一定高過功能單一嘅東尼。純粹我自己個人意見睇法啦。後防方面，我會用麥加亞取代昆沙，始終麥加亞比較成熟，係大賽球員，而且今年喺曼聯表現值得入選。而昆沙始終仲係太過後生，之後用詹士加拿頂軒達臣，基比斯韋特頂艾斯，彭馬代東尼。不過人選名單已成定局，我都只係同大家吹下水，傾下波經啫，分享一下我自己嘅睇法。今次杜曹選人承受好大壓力，如果最後成績差甚至衰過修夫基嘅話，好有可能會被炒。
你要記住，英格蘭足協同球迷嘅期望係攞冠軍，入唔到決賽就係失敗。我相信英格蘭會打4-2-3-1或者4-3-3陣容，門將碧福特，右閘列士占士，左閘尼高奧懷利，一對中堅古希達干沙，防中懷斯、安達臣，攻中比寧咸，左翼福仔，右翼沙卡，前鋒當然係隊長哈利簡尼。杜曹今次徹底拋棄英格蘭揀人嘅傳統，無疑係一場賭注極大嘅戰術實驗。唔夠1個月小組賽，英格蘭將先後會對克羅地亞、加納同巴拿馬。究竟今屆世界盃足球可唔可以返到屋企，打破自1966年以來嘅冠軍荒，定係會係第一場對克羅地亞就已經有機會滑鐵盧？英格蘭會唔會再一次令球迷失望？大家拭目以待。歡迎大家喺留言區話我知你哋嘅睇法。我哋下期再見。